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示威，昨昏抗议的民众搁第2摆冲击香港机场一街，造成昨昏下晡4点半了后的飞人机班拢取消。暗时机场内底警民冲突搁较严重。美国总统川普即马是表示讲，香港即马的局势真艰难，嘛讲美国有得到消息。中国的军队登陆去香港。就为警察和示威民众围剿的，其他警察赶紧来支援。一个传出讲有警察也穿警告。香港民众发动第2天的警察海岸行动，示威者加被离境的旅客挡来。香港机关局伫礼拜2下午4点半了，就暂停所有航班的登机。13暗10点半，警方接到机管局的请求，到机场协助旅客上机，避开英国警民冲突。透早一个传出有《环球时报》的记者和示威者放伫咧机场的行李车顶头，一个互人拍。后来香港旅游的外国旅客真担心。We were scared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wasn't unsafe, so that was not the problem. But we just didn't want to be there in the middle. Yeah. 港警暴力镇压情形严重，国际上强烈声音支持香港示威者。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中国会当和平解决自由的问题。The Hong Kong thing is a very tough situation. Very tough.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m sure it'll work out.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by the way.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川普伫咧推文内面写讲，美国情报单位通知中国政府正伫咧香港边境部署军队，大家拢应该注意安全。参议员克鲁兹也推文将会继续推动美国香港政策中国法，一直到港府撤回引渡条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是建议香港政府应该听香港人所提出的声音，也呼吁中国谨慎处理香港人的诉求。香港上尾任总督片顶讲也警告，中国若改变会有灾难性后果。伊讲，拄则上任的英国首相强森应该甲盟友合作，并讲提寻华府的支持，来确保中国未改地处理香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局面愈来愈紧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昏搁一摆开记者会，伊一讲话熬着甜。伊讲香港即马已经进入紧急的状况，伊嘛问市民，敢真正有影忍心，甲香港杀落去万地深坑？伊嘛讲，伊是支持香港的警察。大家係咪忍心將佢推落去？呢個將會係粉身碎骨嘅深淵。在行政会议进前召开记者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到后更甜，香港已经进入紧急状况，烦恼讲会走向一条不归路。示威者互机场甲港铁交通断去，互市民甲经商的人士受到影响，嘛互香港社会规个乱糟糟。批评这寡行为根本就是无王法。即马上重要的任务是反抗暴力，嘛对目睭红断掉查某囡仔表達關心。對於呢位眼部受傷嘅女士，我係希望佢能夠早日康復。但係都係要去調查一個，如果佢肯報案，佢願意同我講當日嘅情況。記者會面頂，林鄭月娥一直強調講支持警方執法，警隊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力量。即馬一寡怨恨警察的言論對香港社會完全無好處。啊，毋過回答的那像啲背稿嘛，一直互記者來問話。問講林鄭月娥敢有撤回倒還條例自主權，伊無直接來回答。針對香港衝突增加，總統蔡英文嘛呼籲香港政府應該愛加甲人民溝通。年輕的醫護人員的受傷的事情讓大家感覺到非常的不捨所以我們也希望香港的當局可以跟這個香港的人民能夠坐下來溝通。
另外，示威的情势是愈战愈热。昨日因为香港机场全面取消航班，13早起小连续来恢复，啊，不过嘛是有真歹航班前也是取消，通的台港航船嘛是有影响。出境取消的客机有16班，受影响的人数大约是6200个人左右。机场公司表示，因为香港机场已经开放航班申请起降，各航空公司嘛分发机型，尽量来运输旅客。中昼左右，航班小连续恢复正常，啊，不过嘛要提醒，要坐飞机去香港的旅客，要做进前要先甲航空公司确认班机上新的动态，避免行程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示威，咱政府是一直拢支持香港人去追求民主、自由甲人权。咱陆委会嘛强调讲，只要下规定，香港人来台湾找帮助，咱一定会提供协助。香港反送中的运动是愈战愈热，进前传出香港警察攻击查某囡仔，可能互伊车迷纵火，嘛互香港的民众更较生气。面对香港反送中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台湾的政府搁一再呼吁香港的政府爱听人民的诉求，坚定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嘛表达来台湾会甲因斗相共。我们都会秉持着尊重人权跟人道的精神，相关机关依照目前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规范，我们提供个案妥适的协助。台湾政府来甲香港民众斗相共，而且反送中以来这2个月，香港来台湾喜客居留也是定期的人数嘛明显变多。根据移民署统计，6月喜客居留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88人，7月份是加码146个人。毋若申请变多，内政部嘛加紧喜客的脚步。啊，若是捌去中国关押8个月，目前伫台湾居留的香港铜锣湾册店前店长林英基肯定台湾的友善态度。台湾人权促进会嘛呼吁，对制度开始改变。要拘留长一点时间嘛，比方有一些年轻人，我观察起来是让他在这边读书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比较明确的制度的建立还是很重要的，对，因为一方面是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起来的话，政党轮替了，那可能这个东西还存不存在不晓得。台湾会认为，全球的难民还有找找保护的人会一直增加。啊，不过台湾目前无难民法，想要来台湾找保护是真困难。政府应该赶紧建立难民身份的完整审查机制，才会当来保障人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中南部昨昏遭大水，台南有90多位淹水，高雄有30多位。台南的认定24点钟内累积雨量314毫米，是全国雨量上济所在。早暗7点40分，台南市政府已经宣布今仔日正常上班上课。不过气象局也是继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水雨特报。中南部12半暝是雷公信呐，佮加大风雨。台南市区是规个做大水，即阵雨势虽然有较停小看，不过气象局表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10时开始，中南部也是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爱到周末天气才会稳定。特别是从明天到周五这段时间，由于整个西南风跟陆风的话，可能在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造成一些符合的效应，所以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特别的注意气象局发布的各项的天气特报。12暗时，这雨是有够粗，台南市的马路是整做一条溪流，民众撩水过路，乌多摆只能当两看呢。车就腰了，我这边都是湿的。我们从2点半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淹到小腿了，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要准备把车先往比较水的地方。台南永康昆山里部分路段有传出水淹到厝内底情形，啊，伫咧大东路有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淹做水池，车拢浸伫咧水内面。摩托车就6、7台啊，轿车剩1台。国道1号仁德交流道规个做大水，这车还未落交流道就已经浸水过路，啊！伫咧边仔仁德分驻所甲警车也闪袂过，搁在往南教训班的训练场，因敢若吹一个湖。附近的中华医术科技大学，这四周围拢是黄土水，啊！伫咧水头的太乙工业区也差不多规个拢浸水啊。整个路上还都是淹水，都没有退哈。台南总共有8个行政区淹水，其中仁德区上严重。24点钟累积的雨量达到314毫米，全国上多。佮加上烫仁德的三亚溪是拢淹到满出来，这内底水安怎排拢排袂赴。好深啦，因为迄扩宽上好啦，啊，现在用无当扩宽啦。
只要落大雨，三亚溪就一定做水灾。水利署今年已经投入31亿，要分3期整治，不过差不多爱2025年才会完工。行政院希望至少会使提早1年完成，到时除了增加三亚溪的排水系统，也会将爆花起较悬的饮水的面积会使减20公顷。那我们希望说原定的4年计划，那可以尽速的往前加速的赶工，希望能够在3年或2年内，就尽速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市政府表示，总共有3277户因为大雨停电，不过13下晡4点已经全面恢复供电，接落来会协助民众拼出来，而且启动勘灾，也有现金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先来看云图。云图顶悬有看到一个风台，这是轻度风台克罗莎，当地向日本行去。这几天有要去日本的乡亲，爱注意这风台。那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是多云的天气，也毋过受到西南风影响，水汽较饱甜，所以伫咧南部同款爱注意熊下大雨。今日换屏东爱特别注意，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台南、高雄也是有落局部大雨的机会，爱设置单雷公、强阵风。台南虽讲是落上忝的所在，也毋过高雄大水雨是造成一个人死亡。高雄昨昏有真侪所在淹水，田寮区西德里积水上深的所在有一个人悬。也毋过昨昏高雄并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伫咧公山有一个查某人骑奥多摆要去上班，因为淹水看无路，互大水冲去，找到的时已经过身。警消伫看无底的黄土水当中详细找找，因为一名36岁少年的女子骑车上班的时阵，经过公山潭底里昆山西巷的时，敢若积水看袂清楚风，加上最近窜楼蛇被抢走，过2点钟后伫水尾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老百姓哦，唔知啊，要安怎交伊前去哪位啦？考时间单位，从单位叫看咱怎样处理。透暝大雨，高雄不少所在积水，田寮区美路桥道车积水伤深，抓3个人吊伫车顶，消防队出动才脱困。二进溪因为溪水窜楼，一台黑色轿车被冲走，警消出动救生艇找找，才发现车主第一时间已经跳车逃生。田寮区越世界土家仔城嘛，因为二进溪窜楼，黄土水灌入去地下室，水退啊，地下室刷规个拢都高埋。受气啊，受气。哦，应该清哦。地下室拢规个。田寮区西德里嘛，因为落大雨，水淹到一个大人的悬道，护理长透早6点外赶紧家己面体离。民众做处理了，拢去地啊。当较严重，会使透早时，他淹了，他就1公尺，他就1米2啊。全市各大位积水，市府早起8点紧急召开工作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亲自坐镇主持。尾仔伊嘛去田寮顶所在勘灾，佮取消市政行程，但是不断淹水，民众嘛去韩国瑜的面前怨叹。其他很多区块的水都退得非常的快，所以目前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高雄市政府照样正常的上班上课。互人骂的，阁有屏东县长潘明安，大雨同款互屏东造成灾情。屏东春日乡规中村的徛街，互土石流侵蚀，好佳在无人伤亡。嘛因为对外交通中断，春日乡宣布13停班停课1天，嘛变成屏东县唯一一个停班停课的乡镇。记者综合报道。中部嘛，因为下大雨，彰化景观公园变做水池啊，鱼仔拢看现现。台中的向新南路车路碰谷碧顺有2公尺长。大雨落袂停，彰化市区4界拢淹水。伫咧彰化系统交流道下骹，彰化景观公园变做大水池，真侪设施拢去用淹掉。上深的所在淹到大人的骹肚，差不多有半公尺深。景观伫内底饲的台仔拢流去草坡啊，啊毋过现场无救封锁线。哇，这也太深了吧！我草地驴都流出来了。彰化市公所表示，景观公园淹水，上主要是后尾圳倒灌，会赶紧做好警示。彰化系统交流道下骹暗坑嘛积水甲骹肚紧急封起来。保阳环境路的保盐大牌嘛强要溢出来，佮加上爆花落落，民众家己斗这暗门头的下上咧挡水，啊毋过也是无法度，水嘛是共款淹入来。哎，袂烦恼，我消会出去的啊，落去做这起来啊。啊嘛无效，无啊，嘛是淹过，嘛是淹过啊，我是倒灌入啊。伫
伫咧台中市区8月12日大雨了后，小连续传出灾情，南屯区的文心67路阿果向心南路的路口出现长200公分、宽180公分、碰起来10公分的车路破去。当地里长指出，这已经是向心南路第3届因为大水后造成路面海起的状况。都是这条路，但是那个范围就好像没有这么大。品质不管怎么样，为了人民的安全不管怎么样这个加强是一定必要的啦。是会从这个路面的那个柏油的部分窜出，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部分的这个路面柏油有损坏的情形。有一些疑似这个雨水进入的点，有做一个封除的动作啦。伫咧台中和平的中华便道7点方向的车队经过1.8公里的所在，伊计要就刷载高丽菜大货车叫落来石头牵着车头猫落去，好在在车顶细针的驾驶无受伤，早早其他的时段无搁开放，暂时看状况才搁来放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到现场，乡亲，咱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通机场第2期的航廈扩建工程，传出有厂商涉嫌照牌围标工程，而且通机场内底有员工内神通外鬼，甲标案内容涉入互特定的厂商收commission。检调查访带30个人登去讯问，甲其中3个人列做被告。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自强磅空对9月份开始要掠超速。对车主入去磅空的时间开始算你出磅空，拢总开偌济时间，安尼来算讲你驶偌紧，驶上紧会互开罚单，一张罚单2400。来看联合报，大卖场线卖鸡肉，拢只有简单写讲食到当时。即马卫福部是鼓励业者爱写好较清楚的，包括这只鸡啊、胎鸡的日期，拢爱写好明，会先试办半年。来看咱国内真出名的艺文团体友人成果，伫台北市文山区的剧场昨昏透早过烧，消防人员有随去拍火，无人受伤。也毋过表演的场地、设备、乐器、家私、道具，即马拢烧了了。他们利用这场大火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更警惕。头日的表现真严肃的伫基道艺文团体友人成果。伫台北市老庄街山德剧场，8月13开起传出火灾，拄远的画面地当看到烟一直走出来，结果用茶器的排练场全部拢去互火烧去。我们是舍不得的，有人从很简单的一个小木屋，然后我们在这个山上到现在迈向第31年，大自然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跟大自然完全的和谐。创意总监刘玉武传开几落届，才甲话讲好煞。回顾友人成果，1988年整团，就是用老山山德高岭来做基地。30多年以来，大家拢伫咧山顶生活、训练，还佫有创作。排练场佫伫咧2008年去互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文化景观。即马发生火灾，查出敢若剩肌骨，互所有的人拢感觉真唔甘。这些除了是很多师兄姐他们之前的排练场，然后在他开始重建的时候，我们那一根一根的木头都是我们帮忙刷，现场看到没有办法。团队评估包括排练场、甲乐器等等道具的中建，尚无损失1000多万。目前上重要的是要赶紧想办法，赶紧制造出200多件乐器，才会赴下半年的演出。针对它受损的道具、乐器、展演设备等等，我们都会专案来协助，最快的时间来开这个审查会议。文化部启动急难补助机制，等友人成果提出申请了后专案处理，希望讲会当帮助重建。友人成果嘛表示，接落来剧团排练会开启户外场地进行，未来重建完成了后，会伫无电的环境之下对大自然的脚步来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日本教育基金会接到家长的检举，讲嘉义卑南国小有一个姓林的老师，带头煽动学生囡仔去霸凌另外一个学生囡仔，叫后这学生囡仔变作孤鸟，叫别个囡仔唔好甲伊斗阵。日本基金会讲，哪有这款老师应该甲伊洗头路。这1年以来，我真的忍受非常大的压力。虽然孩子没有出问题，但是身为一个母亲，你这样欺负了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讲到后生伫网络去互霸凌，赞同学的妈妈情绪真激动，伊安怎嘛料想袂到，并且 message 号名做反侦讨厌团的群组是细林的班导师建立的，而且佫不三是煽动群组内底4个学生甲伊的后生孤立。11月6号的讯息里面有写说，请继续跟3号保持距离，冰冻他就是了。甚至是讲说，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是，3号今天在球场被打，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跑回办公室求救。他在合理管教的一个借口之下，他什么样的管教行为都弄得出来。事实上，这些老师可能不清楚他的行为已经造成学生伤害了。去年9月份到今年4月份，总共8个月对话记录，要到300多页。记录是安怎公布出来？是群组内底一个查甫学生，去互妈妈发现伊伫遐入口，讲是班导师要踢伊出去群组，看手机的对话错一条，虽然去甲教育处来投诉。那调查结果，我们觉得可能对学生的身心伤害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老师的发言确实造成了学生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也调动整个调查，以请我们成绩考核会来做处理。学校调查小组用管教无妥当的方向，做出甲考绩拍伊的建议，佮加上无校外的人士。日本团体佮一届发文去教育处了后，校方叮嘱校外人士在内小组准备佮一届来调查。日本认为这个导师应该要甲撕掉，而且目前学校的霸凌敢若处理学生对学生，却无老师对学生，应该赶紧甲制度处理好，互所有学校的霸凌拢会当有公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云林西里这个咱菜西主要的产地，因为大水雨，真侪菜园啊拢浸水。未来这几天菜可能会起价啊。雨落几暝，云林西里的农民坐载落来到菜园巡视，但因为雨落了伤大，加上边仔大排水下袂赴，规个倒灌到邻近的农田，农民惊落场。水深差不多到腰，规区的菜园拢泡水，农民就讲，恐惊拢无法度收成。西里大狗吼，拢都摆遮来啊，大狗水拢摆遮来，倒灌啦，倒灌所以才灌入遮规田拢用了，这就是吼设计不良啦。虽然雨势还未停，但已经有农民趁到大雨来抢收。在地农民就讲，大雨造成叶菜的损伤，真侪菜拢泡在水内，若无赶紧收成。这菜恐惊拢会烂去。夜晚到时就了就烂去啊！今年会使扣偌济？啊，大约我做，而且偌济算偌济。受到西南风影响，云林半暝3点开始落下大雨，雨势持续到上午，造成西里蔬菜产地部分较低地区拢淹水。对此，西里果菜市场表示，上午叶菜类交货量因此减少，菜价后续敢会来起价，阁需要来观察。这波一次的话，对田间有影响，比较低洼的地区都有淹水的。啊，叶菜类要等气候放晴以后，才能知道说损害程度到什么样子，才有办法知道说它菜价到底会影响到什么程度。西里果菜市场就讲，现在受到大雨影响，以叶菜类上济，但高冷的蔬菜交货量维持平稳。12号西里果菜市场每公斤的菜价维持在30块左右。后续菜价是未起价，阁需要观察叶菜类损伤的情形才知影。记者为报道。新德县无起粪扫焚化炉，敢若会使车去别维修，若无就爱车去放台场。因为即马车无路，所以按算甲粪扫加互喙地互扁，唔好互粪扫碰夹夹，安尼粪扫嘛较袂臭。后期先甲粪扫透过分类，佮加好喙，落尾甲煎好杂质，了后来用这个全自动高效能的拍包机，一层一层包掉咧，就完成面头前这个粪扫拍包工程。经过包装了后，粪扫的体积超是1.25立方米，唔若要看的空间较细嘛，更加方便了后的运输工作。经过我们的那个筛分，那还要在那个消毒，然后再进行那个封选，然后再进行后面的打包作业，这样。因为新竹我们知道也是多风嘛，那个就是不是东北季风嘛，就是西南气流啊，大概是这2个地方会比较影响我们的作业。因为新德县无焚化炉，大量的粪扫造成坑台场长期囤的无够使用。透过粪扫拍包，经过9个多月的工程，目前总共完成拍包2万多粒，剩下17000吨的粪扫，了会想办法来处理，或者是继续来拍包。因为打包之后，它需要摆放的空间会需要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现场可能在空间上。整个规划上会怕使用上不够，所以目前我们剩下的垃圾还是以暂置在
掩埋场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会定期的来做一个环境一个清洁的杀虫的一个喷药来减少对附近民众的一个影响。另外，原本代替小粪扫的新德市焚化炉，最近已经初步通过会调悬粪扫代处理收费的标准。未来新德县的粪扫问题，可能若是靠拍包减量，嘛需要斟酌评估长期的拍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轻度风台克罗莎，即马往日本去，明仔载会伫咧日本西部登陆。要去日本的乡亲，爱注意天气甲交通的变化。克罗莎透风大雨已经开始影响九州甲四国的天气，今日雨就会豆豆变大。咱来看 NHK 上新的画面，会当看到日本西。美国政府拜一的时发布新的移民规定，就算是合法的移民，若收入无达到标准，也是靠领政府的补助在过日子、过生活的人，美国政府拢会使拒绝予因签证，也是绿卡。这项新的规定会按10月15开始做，应该会影响济移民。自从川普上任了，美国移民官员就全力查缉非法移民。即马更加对象扩大到会当合法居留的移民。联邦公民甲移民服务局伫8月发布新措施，规定自10月15开始，伫咧美国的外国人士，凡是收入无达到一定标准，或者是享受到福利救济、医疗补助等等的社会补贴，就无法度摕到短期签证或者是绿卡。Our rule generally prevents aliens who are likely to become a public charge from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remaining here and getting a green card. 美国伫1882年通过移民法，有关当局会当拒绝对真正公共负担的人去发签证。这项新法规就是根据这项移民法制定。等于讲，经济弱势移民就是公共负担。Under the rule, a public charge is now defined as an individual who receives one or more designated public benefits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in the aggregate within any 36-month period. 这项新法规利用行政命令社会国会以行后门的方式减少移民，民间团体估计讲是恐惊有一半以上的绿卡申请人会被驳回。有人批评新措施明显是出于种族因素，讲会提起诉讼。加州甲纽约的州检察长也讲要告。目前有一寡已经有资格替已经摕到公民身份的囡仔申请福利补贴的移民，为了惊麻烦，已经无搁再申请相关补助。全国也担心会造成公共卫生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美中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放软。昨昏宣布讲，要放零部分商品的关税，要延后到2礼拜了后才去讲。这个消息有鼓励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拢收红。道琼指数收盘时是起372点，主要原因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即马双方看起来有被小退让。美国伫咧昨昏宣布讲，自本9月1日开始，要针对价值30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加扣10%的关税，包括手机啊、笔记型电脑、衫裤这的，也毋过即马可能会延到12月中才去讲。川普是表示讲，延后上主要是考虑亚旦日的到位啊，那加扣税，安尼对美国的消费者会造成伤害。一礼拜休3天，哪有遮好的代志？真正有日本企业安尼做，这是日本的 Microsoft 微软公司要来响应日本政府偷改奥运交通塞车的问题。按这个月开始，因一礼拜连续休3天，只要上班4天，要来做试验，假使效果袂歹，未来就安尼上班。来到日本微软伫咧东京港区的办公大楼，拜五应该是上班的日子，不过规间公司却是空空，一个人影都无。这是因为日本微软宣布8月份将会进行为拜五到礼拜日一礼拜休困3天的试验。公司2300个员工，这个月拢会使休5天，唔免去封扣薪水。日本微软一直拢伫咧试新的工作方法，也有形态，希望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有满意度。那这届为期1个月的新计划，唔单单是公司内部的改革实验日记，更是为了响应日本政府最近呼吁企业伫咧明年东京奥运期间，爱尽量让员工自由选择办公的所在，也有调整家己的上班时间，减轻市区的交通负担。南韩第12个时宣布讲，自9月份开始，要甲日本按出口管制白名单顶头提掉。
外界认为讲，这可能是韩国伫咧展报复的手段。南韩产业通商主管部长陈훈모12号透过记者会宣布， 신설되는 가히 2 지역에는 4대 국제 수출 통제 가입 국가 중 국제 수출 통제 원칙에 맞지 않게 수출 통제 제도를 운영하는 국가가 포함될 것입니다. 근본고시 개정안에는 일본이 가히 2 지역으로 분류됩니다. 外国媒体报讲，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哥，伫过去30多年，利用伊的地位甲权势，对几啊十个查甫人卡来手来。这款低高性，正人知，也毋过伊本人有发出声明，讲这是无影无迹指控。It was very low, and they do this too, and so I was full. And when he would see me in my costume, he would look at my chest and say, "How are you?" He would speak to my breasts. 今年61岁的退休歌剧演唱家派翠西亚·沃夫是美联社访问真济和多明哥性骚扰的女性当中，目前唯一愿意站出来公开的一位。报道指出，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今年78岁的多明哥，利用职务权势、地位和声望，在过去30多冬，至少性骚扰超过10多名女性歌手、舞者和员工。多明哥伊声明，这些指控拢无正确，相信家己对外所有活动和关系拢是受到欢迎。 彼此下意，超过50档的职业生涯，拢坚持相关标准。Oh, it was harassment. Absolutely. He wanted me to come home with him. He whispered in my ear, "I have to meet my rival."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wait a minute. I'm not in a costume. This is my husband. What? I just said no to the head of this industry.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my career? I've worked 10 years to get on this stage. To say that this behavior was an open secret for decades. 美联社访问过60位业界人士了后，有9名女性出面指控，捌是受害者。一名女性就讲，多明哥捌对伊卡来手来，硬甲浸落去。发生地点伫咧更衣室、饭店房间和午餐会议的时阵，但是因有的人目前因为搁伫咧业界，所以无公开家己的身份。It's a little scary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speak up. I'll be curious to see what happens. 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有一个瑞典的查某囡仔，伊合作 Stemberg， 伊发起罢课救地球，伊嘛招100多万的学生囡仔做伙响应。今年6月份的时，伊是宣布讲伊要休学1冬，按算9月份的时要伫纽约的联合国气候高峰会顶头发表演讲。It depends on the weather and the altitude. Sometimes there's a big high pressure. 村长向瑞典小组桑伯格甲叶爸爸解释，到过大西洋可能遇到的天气状况。桑伯格6月宣布休学1年，8月中将在太阳能面板发电的赛艇到过大西洋9月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先甲村长见面，要了解伫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天气变化。 因为飞机是摆脱相关的交通工具，是火车20倍。桑伯格表示，伊甘愿开较济时间，目标规定完全零排碳。在太阳能面板甲水下涡轮的环保赛艇，用2礼拜时间为英国航行到纽约，伫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讲后，伊将坐火车公车拜访加拿大、墨西哥，按算11月会到智利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Me speaking to the UN is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But if that can help to create awareness along with many other things, then I think that together we can try to make a change. 16岁瑞典少女桑伯格4年前被诊断出得到亚斯伯格症，不过伊真乐观，讲这个病是天公伯啊，予伊的运气。因为亚斯伯格症的人想法黑白分明，免接受别插花，所以伊无法度接受政府无对全球暖化做任何行动，予伊真痛苦。去年8月开始，桑伯格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外口静坐抗议，要求政府重视气候变迁的议题，得到全世界少年人响应。目前已经100多万个学生加入。 桑伯格不只受到各国表扬，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时代力量风波直加，高卢委员洪都名，立委林昌祖退党，党主席区显智失职，
昨昏，立委洪志勇嘛向开记者会，宣布伊要退党。即马立法院内底，时代力量的立委只剩3个。我要跟党内一些朋友说对不起，就在这个时间点，我必须做这样的决定。后伫外口红，时代力量立委洪志勇向支持者会师咧，则拄呼吁要尽全力挽留区显智，卖将党主席辞掉。想袂到伊伫咧下晡召开记者会，表示伊和党的力量无共，宣布退出时代力量。这也是林聪做了后第2个退出时代力量的立委。2020这场选举已经剩下5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再这样消耗下去了。如果我留下来，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羁绊。那我愿意成全，我愿意成全时代力量，往他要的方向走。洪志勇捌坦白讲，伊对党放袂落心，所以伫咧林聪做退党的时，伊决定留落来，甲大家做伙拍拼。不过即阵决定退党，而且以无党籍的身份投入2020立委选举，共款是因为伊感受袂到党内有要处理理念无共的问题。伊认为现此时不应该只注重无分区，应该爱拼基层。如果有党已经提名了，那接下来时代力量应该要怎么样走？是让我们的候选人在那边自生自灭，还是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方法？时代力量最近风波不断，立委高卢义勇因为助理涉嫌利用家己的职务，摕政府的补助去互除名。立委林聪做洪志勇受连续退党，即阵时代力量的立委只剩3席，包括黄国昌、齐永明，也有希望会使补高卢义勇位置的代教授陈秀玲。时代力量为过去立法院第3个大党，即阵面临过要放弃的危机。对此，赵大生先退党的林聪做表示，这几天伊有口劝洪志勇按留落来，不过伊的心头已经定。洪志勇委员一起携手嘛，因为他现在也是无党籍的委员。我想这是一定要的啦。这不管是过去还是到现在以及未来，其实慈用都是我非常好的伙伴。这4年多来，从创党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想法都很一致。外界拢伫咧关心洪志勇退党了后，敢会加入民进党？伊强调绝对袂。伊退党这件代志是互时代力量搁一届受到严重的打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2020总统大选这一局会安怎行，大家嘛是目睭金金看。郭文哲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继续批评总统蔡英文。伊讲总统蔡英文的辣台妹伊一款风格是啉毒酒的挤喙焦。严过总统蔡英文是因讲，伊认为郭文哲最近的讲话拢真糟情。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3方面的势力关键变数未当看轻。台北市长郭文哲前2天和郭台铭见面，就捌讲你爱选赢，大家才斗3天，若无会互你害着。郭文哲强调，郭台铭伫美国和中国的事业一定爱解决，若无会互民进党大标签变成党建华2.0。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的哈，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2.0。就说，这个是一个因为他还是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这个是他要去怎么去跟社会说明处理啊，不然这个就变成那个打选战最大的罩门嘛。可能会先对于中华民国以及目前国家所面临的情势，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跟选举完全相关。过关王选也唔选，那伫定亚党咧关注，什么时阵3方会谈？个礼拜时间，郭文哲最近炮火真猛，接受专访的时，先口说韩国瑜连日会当后天训练品质真困难。国务院总统蔡英文最近的热台妹风格是请几听药单，民调价才去扣着枪。我们看看现在香港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哦，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用错用语了哦，他进来的一些观察哦，都失之偏颇哦，也太以自己为导向。蔡英文讲郭文哲讲了伤偏，毋若是安尼，郭文哲佮家己讲，王中集团资本是支持伊，但是伊毋听话，无照蔡英文的意思发言，王中则转支持韩国瑜。对这点，《中国时报》报道，蔡英文回应表示，伊记忆无好，请郭文哲家斗找回记忆。到底是倒一句话无照伊的意思讲，就会对韩国瑜的嘴里讲出来。伊强调家己所重视的是爱台湾和无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去花莲。花莲有一间开80档的老便当店，月底要收起来啊。老头家是讲，因为伊家己年岁大、老啊，是细，无人要来接落来做，
所以老主顾即马一听到真烧情，紧走来食，嘛感觉真唔甘。花莲市中山路甲中华路路口附近这间九寿便当，是伫当地开上过老店。附近民众一听到将要伫这个月结束营业，不少的老顾客拢逐工来买便当。他们会觉得可惜啊。对啊，他的牛肉饭我非常喜欢吃。非常喜欢吃。九寿便当是1937年开幕，上早伫玉里火车站头前，1959年搬到花莲市。生意上好时阵，一天用卖出8000个便当，即马景气无好，第二代头家也已经66岁，因为健康问题决定结束。年纪也大了，想说啊，就急流勇退吧，就是趁着8月31号的时候就打烊熄灯了这样。当然是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实际就这样子啊。以身体健康为最重要的。第三代因为拢伫外地食头路，无法度接这个80年老店，也显示花莲地区真侪老店拢有少年人无伫身躯边的问题，加上经济无好，生意无好做，所以也只好接受。下一代没有意愿缺，我们总是要有这么一天，对，就是要让自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啦，就是退休下来。九寿便当开到8月底就会关门。看到黑白相片，想起当时的欢迎，业者也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土地公是民间重要的信仰，乌面的土地公较罕看。南投民间清福宫奉祀一尊乌面土地公，这尊土地公的历史超过100档，而且有真侪真灵写的传奇故事。信众也享祈福，虔诚的向土地公求平安。这伫台湾定定看，也毋过这尊受到信众欢迎的土地公真特殊。甲用茶器的形象无同，这是一尊罕你看到的乌面土地公。伊的头顶挂帽，金身上纸糊的，伊的历史已经超过100档了，有缘保存了真好。甲咱的普通的真尊茶雕无共款。你有甲看伊个面抹面有无？袂安尼金啦，迄就是纸推的。迄阵迄较早人讲的，一纸二头三叉头啦。就是纸咧入神较紧啦。这尊乌面土地公，就奉祀伫咧南投民间乡金柱社区的清福宫。因为乌面土地公真罕你看，庙方讲早期甚至发生过讲，有信众想要用红面的土地公来投换，却发生半路找无路塔转去的奇怪代志。头体人惊到，遂将乌面土地公请转来庙里。伊找无路塔转去，就惊才请转来囥的。再请老早转来，迄阵怎囥的？迄阵怎无请转？所以毋才有2尊的土地公。我就感觉阮八公祖人有诶啊，阮斗3工，这是土地公伯啊，对阮真照顾，我要八公仔讲感恩。乌面土地公的故事流传四方，不少信众嘛感受到伊的灵舍，愈来愈侪信众来这参拜，香火正旺，嘛互乌面土地公变作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记者综合报道。社区要发展，众人爱共心。南投草屯白南社区结合在地农产品，葡萄甲奶子，和社区的老人做志工，来推销农产品，或在时代嘛有代志做，一兼二顾。摕家己做的加油杆啊，对音乐跳舞，这是南投草屯白南社区时代人平常时组织活动的所在。前一阵啊，因过去社区的葡萄奶子节活动表演，除了展现平常时上课的成果，也要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因到社区上课有偌尔幸福。来社区才靠伴，都算都孤单，来这都较娱乐啦，都有讲有笑，安尼大家心情都较欢喜哩，还佫有运动。来这吼，大家拢看较健康，我精神较好。我本来我嘛无大参加这咧，我这就是讲，我咧工课阮囝做啊，我就来参加这啊，我足接来咧。今年南投县社区发展工作评鉴，草屯白南社区取得优等的好成绩。阿公阿嬷感觉公营以外，规个社区也受到真大的鼓励。我们尽量把能够来的呢，都把他们邀请过来哈，甚至我们不去
载他们过来这边来这个参加活动。好，那所以呢，像我们在表演活动的时候，前面一排都是行动不方便的。那我们绝对让我们任何人都有他们人生的舞台。社区干部正用心带领居民甲志工做伙整合在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产，亲像葡萄甲奶汁，也重视每一个长辈的权利，让因拢有展现家己的舞台，也让卑南社区有无同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市的仁德义林路，短短1公里半有34个青阳灯，哪会遮济？市府讲，因为这是工业区，大卡车较济，加一寡青阳灯较安全。民众开车、骑车停青阳灯会当忍受等偌久呢？台南市仁德区义林路，短短1.5公里都有34组的青阳灯，若是全部灯号拢正常使用，有可能几十公尺都要停一摆。行这条路可能要开袂少时间。有点太多了。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已经很久了啦。哦，这样见怪不怪了啦。 30几组的灯号徛伫中山路口向吉林路来看，规排的黄灯是啊是，看起来亲像是庙会的挂灯。不少人认为讲伤济啊，若是全部青灯拢爱等，可能会等甲火大。伤济啊，伤济啦吼。还好，还好。对，台北更多。为什么灯号这么大？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吉林路有真侪工厂、大卡车出入，为了安全，才会伫每一个路口设灯号。但是，不是逐组拢是青阳灯，会依照需求来设定。平常在非尖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边会开启闪灯的一个运作。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提醒这是一个缺口或者是路口，告诉民众就是说这边还是有车辆进出。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减速慢行。 吉林路的交通量无到中山路的2成，所以差不多每30公尺就一个灯号这么大。因的罕见设计嘛，正做当地的特殊景象。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台南北高关仔岭仙草国校关岭军校转学后，学生囡仔只有19个。几啊当前有成立太鼓队，予囡仔一个表演的舞台，嘛已经连续6档伫台南市传统艺术比赛有得奖。 拍鼓的动作真侪个耍拍，这是台南北河关仔岭仙草国校的关岭分校，全校仅有19位学生，但是学校的太鼓队连续6档得到台南市传统艺术比赛得优。我相信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鼓队的一个表现，成绩相当亮眼，也变成我们不只是我们地方的一个骄傲，也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骄傲。 仙草国校关岭分校无亲像都市学校有遐侪教育资源，学校专工成立太鼓队，互偏乡的国校仔囡仔有舞台表现，嘛增加因的自信。打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培养默契，就是打完会有那种开心的感觉。因为学校的学生较少。 大家学生囡仔自1年爱时就要开始培养基本的节奏感，而且太鼓队一直拢表现真好，学生囡仔真兴拍鼓。伫应时年纪较悬的大汉学生囡仔，拢会主动甲细汉的学弟学妹做伙练习太鼓。 这边有一个比较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会去带1、2年级的小朋友。 虽然资源无够，不过学校老师拢真用心。像太鼓队的教练吕静芬，伊本地是学校的护理师，伊为着要互囡仔有舞台表演，利用家己休困的时教囡仔拍太鼓，嘛互学校太鼓队逐当拢有好表现。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南嘛有一阵爱念歌，想要保存传统念歌的少年家，因成立公益念歌团。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节目下午10点，要带大家做伙来听少年家念歌。伫台南的公益念歌团，团员的年纪无大，也过已经了解各种古调的内涵。因也知影要传承这寡古调，唔是这么简单的代志。其实这个调千变万化。 伊千变万化，伊唔是干那讲咱啥会听到款式歌安尼唱，伊有足侪种无共的唱法。想要打这个重担，有着老灵魂的团长罗楚德，自细汉就教育文家，有一遍机会熟悉到台湾古调，才发现这真正是传统艺术的宝贝，就要保存落去，所以开始组团，定来甲团员练习。我自细汉是对音乐有兴趣，啊，对这文学的物件嘛有兴趣。
就感觉讲原来咱家己台湾有种物件，会当甲这两项文学甲音乐会当结合起来，搁才水气。其他团员有一寡是台南在地正教义文史的少年人，像本来袂晓乐器的郭明祥，被罗斯德影响了，怎么样加入念歌团？迄阵啊，因为我袂晓乐器啊，这是我第一个学的乐器。伊就带我去买一支练习的这支琴。我练过个月了，有一天我就来看因练团，了我就开始参与因练团。故意念歌团的市场甲影响着，可能抑阁无够大。不过因想要传承文化的梦想是无假，因会继续努力，将台湾的传统歌调发扬光大。记者综合报道。那流行音乐史上上界重要的时阵之一，这是1969年的热天，美国反战争运动长兴，诉求爱甲和平。乌斯托音乐节是愤慨的少年家心情的出口。40万人写落来摇滚音乐的经典，这场音乐会伫这礼拜要满50周年了。李安伫咧2009年拍的电影《胡士托风波》，重新展现1969年8月15到17，伫咧纽约州贝塞尔小镇，由45万人斗阵参与的音乐节状况。当年加入集会的尼克甲芭比也来参加这个盛会，留一张相片，满面照片男做伙。迄当时，这张相片去互刊做胡士托纪念唱片的封面，因两个人拢唔敢相信。That's your blanket. That's you guys being hugging in this photo. And it was like, wow, look at that. Really, that's we couldn't believe it. We were just like pretty excited. 尼克甲芭比虽然对迄个时阵无啥物印象，不过因会记得，迄是一个礼拜日的透早，胡士托音乐节拄好落大雨，涂骹拢是落个霾啊。一透早起来，想要啉一杯小的咖啡，却拢找无。不过只要两个人揽做伙，其他代志就拢无重要啊。2年了后，因结婚，即阵50年啊，因也是互相意爱。That pose can be seen on a day-to-day basis.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 every morning when we get up.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 every night before we go to bed, go to sleep. We always kiss each other in the morning and at night. And give each other a hug. 50 years. 这对胡士托情侣50年了后，重新搁返来迄当时音乐节的举办地点，而且搁一届男做伙。虽然今年主本有要办50年的纪念活动，不过因为筹备的过程真无顺利，所以无法度登场。不过因也是希望迄当时胡士托音乐节推广的爱甲和平理念会使久长。450,000 people gathered here, and not one incident of violence. That's pretty amazing. This world needs more Woodstock.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北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